市面上面90%嘅私人工業用地到咗2048年都會面臨住被國家無償或者低價收購嘅風險。如果你係客戶喺中山諗住買呢種私人名下嘅地皮，土地使用年限比較短，地面上面冇建築，我勸你一定要謹慎。好多房東甚至一啲唔專業嘅中介會同你講，工業土地使用年限到期可以自動續期㗎，究竟可唔可以續期呢？我哋睇下法律法規係點樣約定嘅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359條寫得好清楚明白，使用權期限屆滿嘅自動續期，非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限屆滿後嘅續期，依照法律規定辦理。睇到啦，住宅佢係自動續期，佢冇講工商業用地係自動續期喎，係依照法律規定辦理。呢7個字天差地別，辦理意味住你要去申請，而申請就意味住可能批准，更加可能唔批准。國家憑咩唔俾我續期啊？嗱，以下嘅睇法嘅話呢，就係我個人嘅觀點。第一個，歷史遺留原因，以前因為歷史嘅原因，中山政府要招商引資，所以佢可以開放個人名義，即係私人可以買工業地皮，但係而家已經唔可以啦。而家你想同政府攞工業用地，一定係要有產值、有稅收、有投資強度嘅公司先可以攞到。咁你覺得50年嘅土地使用年限到期之後，國家仲會俾你呢個私人名義繼續去做？我覺得大概率係唔可以嘅。第二個，國家社會要去計嗰盤效率帳。一塊土地你已經享受咗50年嘅紅利啦，但係上面只係有一個低效嘅破舊嘅廠房，基本上冇咩稅收貢獻㗎。到咗2048年，中國嘅強大嘅根基一定係實體經濟。你覺得國家需唔需要將呢一塊土地喺你私人業主嘅名下面攞翻嚟，去俾嗰啲可以創造稅收、創造社會就業崗位嘅企業用呢？第三個，社會公平同埋戰略，國家嘅稅收係要攞嚟支撐全民養老、國防科技，佢必須係要追求土地價值最大化嘅。與其俾你一個私人業主繼續瞓低咗要享受紅利，佢不如收翻嚟，補償你地面嗰啲唔值錢嘅建築成本，然之後將土地攞翻嚟去為成個社會福祉創造更大嘅價值。呢一筆帳，如果你係國家，你係政府，你會點計呢？基於以上3個點嘅考慮嘅話呢，我覺得好大概率係唔會俾私人業主繼續去續期嘅。我覺得喺中山個人名下嘅土地使用年限比較短嘅低效嘅地皮，已經係冇投資價值㗎啦。如果你係諗住自己用嘅話，想要買咁樣嘅地皮，我對你嘅建議就係成交價錢參考銀行評估價，銀行評估值幾多錢就係值幾多錢。你高咗銀行評估價，我都覺得你係買貴咗。如果你係業主，你名下有咁樣嘅工業地皮嘅話呢，而家仲係公改嘅窗口期，你可以借住公改去解決建築壓紅線啦、土地性質嘅問題啦、奇奇怪怪嘅問題，都可以借住中山嘅公改政策去解決，補足50年嘅土地使用年限。窗口期得返2年咋。我係曼曼，喺中山咧就係幫製造業老闆做資產規劃配置嘅，有任何關於廠房土地買賣嘅問題都可以後台私信我。